Hello，大家好，歡迎大家收睇我哋嘅節目。我係何子慶，香港理工大學中國語文教學中心嘅導師。咁我哋今日好開心啦，請到我哋隔離呢一位李日康博士嚟同我哋傾下偈。咁李日康咧，佢係香港嘅散文家、小説家，佢好擅長寫敘事嘅文類。佢曾經喺各大專院校入面咧任教過創意寫作同埋文學嘅課程。咁佢亦都曾經擔任呢個香港文學雜誌《字花》嘅行政主編。此外，佢亦都曾經擔任過城市文學獎、青年文學獎同埋大學文學獎嘅評審。咁佢而家係香港理工大學中國語文教學中心嘅導師。咁佢嘅第一本散文集《流雲抄》喺2021年出版。咁呢本流雲抄咧，亦都得到咗好多文藝界嘅好評啦。咁就入圍咗台灣梁實秋散文大師獎嘅長名單。咁如果引用咧，佢呢本作品入面嘅一句説話就係話：如果只用一個詞語形容這本散文集《流雲抄》是關於不測的，由不測起始，而後悲鳴、嘆息、毀滅、神秘、恐懼、堅定同埋夢幻。咁本書咧真係好似好勁咁樣樣喎。咁所以咧今日咧我就同日康咁就傾下偈咁樣啦，好嘛？咁日康嗱，即係。第一個又好想問啦，咁本書叫《流雲抄》，咁流雲抄即係老實講3個字我都識，但係合埋一齊用咧，即係我可能比較少見一啲。你可唔可以同大家講一講，即係點解叫流雲抄或者咩係流雲抄咧？咁樣我自己係好中意睇雲嘅，即係成日擔天望地會睇雲咁樣。咁我會即係有啲好文學或者藝術嘅想像，成日諗。啲雲後面有啲乜嘢咧？雲好似即係變幻無窮啊！我哋成日有句説話啊嘛，蒼九白雲啊嘛，係嘛？我可唔可以將佢嗰一刻嘅身形，佢嗰一刻嘅雲影，用我嘅文字記錄落嚟咧？咁當然啦，呢個係一個好文學、好藝術嘅想像嚟嘅。咁即係呢個好個人嘅部分啦，係靈感來源嘅部分啦。咁但其實流雲抄呢個名背後亦都有一啲文學上面嘅淵源，咁就係嚟自魯迅先生啦，係啦。咁魯迅先生佢好多作品都係好經典、好膾炙人口，即係今日讀仍然都非常值得。咁其中一本我最中意嘅咧就係《朝花夕拾》。《朝花夕拾》裏邊咧有一段即係類似引言咁嘅説話。係啊，咁即係佢喺小引裏邊咧就提過即係幾段説話嘅，咁我簡單讀一讀啦。帶露折花，色香自然要好得多，但是我不能夠，便是現在心目中的離奇和無雜，我也還不能使它即刻幻化，轉成離奇和無雜的文章，或者他日仰看流雲時，會在我的眼前一閃爍吧。仲有另一段就係都係魯迅先生講，佢就講《朝花夕拾》入邊咧，這10篇就是從記憶中抄出來的，與實際容或有些不同。然而我現在只記得是這樣。咁好明顯啦，即係魯迅先生又提到雲又抄啦。咁我呢個流雲抄其實多少有點而係即係嗰個靈感啊，或者嗰個思維狀態，其實係即係由魯迅先生嘅《朝花夕拾》呢一度嚟嘅。咁我喺流雲抄自己嘅後記裏邊，其實都有提到。嗰種狀態好奇妙嘅狀態嚟，好得意嘅狀態就係、是、簡單嚟講，《朝花夕拾》咪就係舊事重提咯。我哋每一個人都成日會講翻舊時噶嘛，係咪？咁但係喺我哋講舊時嘅時候，係唔係咁準確咧？會唔會譬如好似頭先魯迅先生咁講，我而家記得嘅就係咁啦。係咁，所以我覺得嗰樣嘢係好有魅力，或者係一件好文學、好藝術嘅事情。喺不斷嘅寫作裏邊，其實一拼係問自己啦，或者係質疑自己啦，修訂自己啦，但亦都可能甚至係反對自己、修訂自己，係一個咁嘅過程嚟。其實係。明白。咁我啱啱聽你講即係本書嘅題目嘅時候啊，咁你又提到魯迅啊，之後提到一啲好個人嘅一啲對於雲嘅諗法，所以就用即係流雲抄去定義本書。即係我聽嘅時候咧，即係感覺就好似你好似好隨意，即係寫嘅時候好隨心所欲，
回憶啊嘛，嗯咁好過人嘅，咁啊總之我寫落嚟，我記得係咁啦，咁就寫。咁但係咧，我讀嘅時候咧，我又覺得即係好似唔係咁喎，甚至乎即係小弟雖然不才，但係阿魯迅先生嘅大作都細細個讀過下嘅，即係你同佢亦都好唔同啊！即係佢寫嘅時候，你俾我哋感覺就係好即係好簡單嘅，即係你讀嘅時候就係即係好似好生活化、好日常化嘅。但係我讀你嘅作品嘅時候咧，我似乎唔係咁喎。即係如果我用你喺即係流雲抄入面提到一樣嘢，就係你話呢啲係一個肌肉型嘅散文，即係要肌肉啊嘛。我哋做 gym 嘅都明白，要去鍛鍊，要去操練嘅。咁啊，似乎你同即係你寫嘅嘢，同你啱啱講嘅嘢，好似有啲矛盾喎，係咪咧？唔係矛盾嘅，係啦。咁首先頭先提到肌肉型散文，咁呢個當然係我自己嘅一個少少嘅開玩笑啦。你有操肌肉嘅？係我有嘅，係我好中意做運動嘅。OK，我係用嚟做一個比喻，其實用嚟做一個比喻，講嘅就係嗰種文學技藝嘅鍛鍊，其實係，甚至係磨練，以至於係將文學寫作當做係一種修練、一種修行。因為好坦白講，喺古代，即係古今中外都係啦。喺古代，教育水平、知識水平唔係好高。你掌握咗文字呢一種資本，或者掌握咗文字呢種知識之後咧，其實你已經係贏咗好多人㗎啦。其實係啦，咁個門檻其實係同而家好唔同。諗下而家我哋香港或者一啲即係發達地區，哇，大學生咁多喎。如果我哋仲係嗰種即係當係寫日記，或者係隨筆式咁樣寫，當然都一定會有好作品嘅。但係我唔滿足喺度，即係我會覺得能夠稱之為藝術嘅話，應該尤其是放喺當下2024、2025年啦，我哋係咪個門檻應該係會再對作者嘅要求應該會再高啲。所以我就會覺得好似有比喻咁，好似做 gym 啊。即或者運動上面嘅操練咁，我成日都講點解做運動我哋要熱身，咁但我哋寫嘢唔使熱身嘅。我哋做運動，我哋要譬如我哋要跑100米比賽之前，我哋要有好多唔同體能嘅，或者係一啲功能性嘅鍛鍊嘅。咁點解寫作唔需要啊？係咪？咁點解我寫作完全唔需要？靠天才嘅，跟住然後就會覺得寫到一篇好作品，好唔科學喎，絕對唔科學啦，係咪？咁所以我會傾向係用一種修練、鍛鍊、磨練嘅態度嚟去看待文學創作、藝術創作呢樣嘢，所以就會有頭先你講嗰個，即係聽落去好似好好笑，就係肌肉型散文，但其實一啲都唔好笑，係好科學、好認真地、好嚴謹地嘅一種諗法嚟。係明白。咁我啱啱聽你即係咁樣講啦，但係你就對於即係寫作或者即係寫作散文咧，你係好有諗法嘅喎，即係由你為本書命名叫做《流雲抄》，跟住諗起魯迅，以做你自己觀察雲，然後講寫作唔可以你認為除咗隨筆式之外，仲有另外一種形態存在嘅。咁或者我哋翻嚟講就係，即係我哋成日咧教大學咧入門嘅第一堂都會問，即係定義嘅問題啊。咁呢本係一本散文集，係咁咩係散文咧？即係好難定義喎。即係譬如話小説我明啦，講古仔，詩咁樣同學都好易明嘅喎。咁總之就係齊齊輯輯，有押韻有成。咁散文係啲咩咧？因為你剛才提過好多唔同嘅文類啊，其實即係譬如又話日記啊、隨筆啊等等等等。咁係咯，咁咩係散文咧？我諗其實我哋今日現代人即係華文裏邊講呢個散文嘅概念咧，其實係一個好年青嘅概念。點解咧？即係呢個散文概念係啦，喺5世先出現。我唔係話古代冇散文，古代一樣有散文。中國古代譬如唐宋八大家，係咪我哋細細個都讀，係好多經典嘅篇章，係咪？咁但係中國古代嘅散文，佢嘅參照對象其實係韻文啊嘛，係咪？即係其實一個係散體文，一個係韻文嘅意思。咁但係去到5四有咗呢個嘅5四運動，同埋後面一系列嘅譬如新文化運動等等，咁成個社會啊、文學文化各樣制度都有佢嘅改變變革嘅時候，呢啲文類概念都一併改變過嚟。所以我話
點解我哋今日講散文呢個概念係一個好新、好年輕嘅概念就係咁解。咁所以譬如去到我哋今日講嘅散文，好重要嘅其實就係強調嗰種真實性，即係修辭立其成啊嘛。我哋係咪講修辭立其成 ？OK， 與此同時喺題材方面或者手法上面，亦都有佢實驗嘅一面。係咁，所以我會覺得可以由即係呢個文學史嘅脈絡去追溯翻，究竟應該點樣睇散文咯，係啦。咁你啱啱即係就提到散文呢個概念好年輕，咁我就好想即係再繼續追問一下，因為你提到五四咁樣，即係話我讀你嘅文章又嚟啦，我讀你嘅文章咧，即係同你講嘢有啲唔同喎，即係譬如你魯迅都五四啦，係咪？咁同埋當時，譬如話，我哋好知道魯迅嘅細佬周作人係一個散文大家咁樣，即係我哋今日提到即係現代散文嘅發展咧，一定要提到佢嘅咁樣。咁我讀你嗰啲咧，同讀即係周作人有啲又好唔同喎。即係周作人嗰啲，你俾我哋感覺就係一種即係好閒適嘅，或者我哋一般講法就係佢吸收咗晚明以來嘅小品文，即係好平易近人嘅。即係但係讀你嗰啲咧，即係唔係咁輕鬆啊！即係好難讀啊！甚至我唔止收到一次，即係啦，你知我同你熟啊嘛，咁好多朋友都同我反映，喂，好難讀喎，本流行抄好多唔明，甚至所謂佢哋提到好多典故喎，啲嘢寫到好似好深喎，咁所以我先會問咁你點樣理解咧？即係或者你理解嘅散文，同我哋一般理解會唔會有唔同咧？我諗未必係，我唔係好想用典故呢個字眼，應該咁講就係頭先我有提到嘅就係五四以嚟嘅散文嘅革新啊嘛，係咪？即係修辭立其成固然之好重要啦，即係嗰種真實性。另外一樣就係嗰種即係無所不包啊，係啦。咁所以譬如即係有一啲二戰之後嘅西方嘅學者就提出咗散文學呢一個概念，咁佢哋就覺得散文就應該要。譬如係回歸日常啊，寫一啲生活嘅質感啊，寫一啲我哋叫做微密嘅靈光啊，即係簡單啲嚟講，小確幸咯，係嘛？生活很苦，但我要甜，係啦，即係呢啲講法啊嘛，係咪？咁我覺得都冇錯嘅。咁但係個世界係變動不居噶嘛，即係譬如尤其是近年好多天災啊各樣，係嘛？即係譬如由日本海嘯，以至於即係大家都好驚，近年會有再火山爆發啊，或者地震啊，各樣嘅衝突動亂咁樣。咁所以我會覺得啱嘅，散文寫生活係啱，但生活係唔係淨係得閒適嘅一面咧？就唔係啦。所以我唔認為我嘅散文好難讀，或者好深奧，或者好多典故。調翻轉，其實係因為我寫嘅，其實我好有意識地，我要想創新。唔想用以前嗰種，就係寫小確幸啦，就係寫一件小事啦。我成日上堂都同我啲同學講㗎，即係窗外有一陣微涼嘅秋意，我哋拉開一個抽屜，檢出一張泛黃了的照片。嗱，你都笑啦，你都笑，即係你明啊，即係呢種已經變成咗一種套路啦。咁佢仲係咪真誠咧？佢仲係唔係創作咧？佢仲係唔係真係咁有價值咧？我就好懷疑啦。所以我會喺散文裏邊寫好多即係譬如地震係啦，我嘅散文裏邊有寫地震嘅，有寫水災嘅，係啦，我會寫譬如好多人喺呢啲災難裏邊，譬如你頭先提到不測嘅狀態，係咁，所以我諗未必係深奧，未必係典故，而係同大家過去睇一般嗰啲好小確幸啊、好生活嘅散文唔同，所以大家會有呢種諗法咯。明白，咁啱啱你提咗好多次啦，喺度討論咩係散文時候，你提咗好多次一個詞，我注意到嘅就係真實。即係我個題目，我就有個即係有疑問，亦都好簡單，咩係真實？即係因為你啱啱都提到嘛，我哋散文好多時都係寫回憶，似乎你都係有寫好多係你嘅回憶。咁然後你仲質疑就係呢啲回憶係咪真係咁咧？你都會有質疑，咁咩係真實咧？係咯。我呢度可能講一啲先帶遠少少先啦，講其他例，講啲其他嘅古仔先啦。每隔幾年喺一啲華文地區嘅文學比賽大獎裏邊咧，都會有一啲爭議出咗嚟嘅。就例如
一個壺名，即係不記名嘅比賽，評審審咗一篇散文，覺得哇好精彩。譬如咧就寫到某一啲邊緣人物佢嘅心路歷程，係啊點樣被排擠啊，點樣克服過嚟啊等等，咁啊好動人。結果一揭曉嘅時候咧，嗰個作者就根本唔係嗰個人，或者唔係嗰類型嘅邊緣人物，咁就引嚟好大嘅爭議，甚至係非議啦。咁我就會即係呢個係一個好，即係我覺得係好典型可以用嚟解釋頭先乜嘢叫真實嘅。如果我哋覺得散文係唔需要真實嘅話，咁我哋就唔會有呢類嘅爭議咯，亦都唔會覺得反感啊嘛，係咪？咁所以我會將即係呢個散文嘅真實，我會稱之為 non-fiction，係非虛構，唔係虛構嘅。OK， 當然回憶你入邊，可能你回憶上裏邊有一啲即係可能係個人嘅感受，或者啲心裏邊嘅比喻，我覺得係 OK 嘅。但最簡單，我哋唔會有科幻散文噶嘛，我哋唔會有穿越嘅散文。而家好流行穿越故仔啊嘛，係咪？我哋唔會穿越去清代，跟住然後叫散文，冇可能，係咪？所以我理解嘅散文就一定係非虛構。當然嗰個心路歷程嘅轉變可以有自己內心嘅抽象嘅表述，係可以，係，但佢唔係唔係科幻，唔係奇幻，唔係穿越。係啦，唔係呢類型嘅，我哋叫 fiction， 即係一啲虛構文類。係啦。咁啊，康啊，啱啱咧我哋同你就討論咗好多即係有關散文嘅理論啦。咁你亦都即係講咗好多你一啲創作嘅理念，譬如話你好強調真實，甚至你要刻意避免嗰種即係小確幸咁樣。咁然後仲成日強調一個鍛鍊肌肉係呢幾個關鍵詞。咁我好想問，咁喺你嘅作品入面點樣體驗到你呢啲創作嘅即係特質咧？咁不如我哋講下作品啦，因為頭先講都係啦理論。咁其中一篇咧，我嘅作品叫做雪白如鷹啊。雪白如鷹講狗嗰兩篇。係啦，講又係狗為主，係啦，亦都有講貓，個少少貓。咁可能大家聽到個題目就咪又係小確幸係嘛？即係有貓有狗就點個心心俾 like 啊嘛，係咪？咁其實可以係一啲好可愛啊嗰一類型嘅寫法，但係其實冇嘅。咁喺呢一篇散文裏邊咧，我就回憶咗一啲喺我成長裏邊同貓狗有關嘅往事。咁聽落去有啲殘酷嘅。咁就係即係其中一個部分就係以前返鄉下，咁鄉下會養隻大黃狗嚟看門口噶嘛。咁然後我嘅親人咁就呢隻狗好可愛啊，好乖啊，即係講到佢係好似一家人咁。但點知我哋一走咗，跟住然後轉個頭就賣咗佢。係賣咗個湯啊，咁樣係。OK。咁呢個係一個即係好似我哋覺得係表面上係一啲好溫暖啊、好日常嘅，但其實佢會有一個退場嘅一刻嘅。佢退場嘅一刻往往可能係好。當然係一種不測啦，即係對隻狗嚟講係一種不測啦，可能會令我哋覺得點會咁嘅？直情唔係普通單純嘅悲傷，直情係嗰種好 shock 點解會咁啊？大家啞口無言嗰種狀態。咁我好即係呢個係真實我個人嘅經驗嚟嘅。我好希望即係譬如喺呢篇散文裏邊就唔淨止係將前半部分嗰隻狗嘅可愛啊、好親人啊、好可親嘅回憶寫出嚟，甚至將後面嗰個咁突兀、咁令人哋即係耍個措手不及嘅部分，亦都將佢一併記低埋落嚟。呢個先至似乎對嗰隻狗嚟講也好，或者對我嚟講，先至係你所理解嘅真實，而唔係純粹好啦，好得意，好俾個 like 咁樣。唔係，我唔要呢啲，我唔要呢啲。係同意嘅，即係我自己讀雪白如鷹嘅時候，即係你知啦，我係即係好喜歡動物，我自己都有養寵物咁樣咁。我自己讀嘅時候，當然我都係好感傷嘅。我覺得即係見到嗰兩隻狗，最後個結局都係用翻你嘅詞，都係不測嘅。咁即係我自己讀都好深刻。咁但係如果我自己睇翻《流雲七》入面，其實即係相比《雪白如鷹》呢一篇啦，即係當然我認為佢都係一篇好嘅作品，即係一篇即係可以即係提醒我哋嘅作品咁樣。咁但係對比呢篇咧，其實我更加中意另外兩篇，一篇係
奈良電幻啊，嗯，另外一篇咧就係平安宮前寫生。係平安神功係啦，平安神宮前寫生，譬如話我哋講咗奈良電幻先啦，嗯咁咧有一段咧，佢入面有一段我好中意啊，我讀一讀咁樣，係因為我好中意呢一段，係咁樣嘅。這裏已經不是這裏，京都已不是京都，在一段極長時間裏，這是當地人不能接受的事實。他們覺得只是政府部門那種功能性配件在別處建築起來，但這裏依然寄宿了首都的靈魂。但直到二戰後，京都人也盼望不到首都的肉體回歸靈魂的一天。其實振興街區從來只是說辭，沒有衰落，何來振興？如果用當下的說法，不妨理解為新政府透過大型建設和節慶宣傳維穩，鄭重地告訴你，這真是平安時代，你們是如此平安。即係點解我好中意呢一段？香港人都好中意去日本旅行啦，咁、京都即係絕對係一個即係其中係啦好重要嘅景點，即係特別係譬如我哋呢讀文史哲嘅人咧，即係更加中意去京都啊，因為佢即係飲飲食食都有啦，係咪？咁但係更加重要，即係佢有一個即係好多寺廟古蹟，甚至譬如。我同你都係中文系啦，可以去，甚至有時去尋寶，係揾古書，揾古書，即係而且唔係好貴嗰啲古書，即係點都摸下都開心咁樣。咁啊，我自己去即係都去過幾次京都，我一直都覺得哇，京都咪好繁榮咯。哇，清水寺次次好人山人海，我點解要去第二次嘅原因咧？就係因為第一次我入唔到清水寺，又多人到唔敢入，去到第二次佢依然好多人，即係我係頂硬上。係話夾硬即係逼入去，我都覺得多人到太辛苦。但係你嘅觀察反而係同我，甚至我認為係同即係大部分嘅人去過京都嘅人都好唔同。即係呢個係我即係覺得好特別嘅一個觀察。咁我好想知你個靈感喺邊度嚟，或者呢個構思點解會咁樣？咁呢個就由2018年開始講起。咁嗰陣時，我好彩啦。咁喺我讀博士嘅時候，咁就得到一個機會，可以有一個 overseas attachment，咁就去到京都，咁就留咗大概半年左右進修嘅。係啦，咁我係喺嗰度直情係住落嚟嘅。咁我住係遠離旅遊區嘅。咁生活亦都絕對唔係旅行方式嘅食玩買啦。咁要好多日常嘅洗衫啊、煮飯啊，自己又要進修讀書咁樣各樣嘅嘢。咁我好記得嘅第一個月嘅時候咧，都仲係嗰啲好典型嘅譬如櫻花圖案日本娃娃，即係嗰類型刻板印象。但當我一路住落去嘅時候咧，嗰一啲刻板印象會慢慢淘汰同埋沖刷走。咩意思咧？就係你開始覺得嗰樣嘢有啲太多，有啲生厭嘅感覺。咁然後咧就越退，就越嚟越變成一種更加簡樸或者淡薄嘅理解，唔係話乜都冇，或者唔係話唔中意，而係你會開始睇到，咦？當我哋喺嗰啲旅遊廣告嘅嘢搣走晒嗰啲之後，究竟真正嘅京都或者任何其他地方都係究竟係乜咧？咁我好記得嘅嗰次我自己一個人啫，咁就去到平安神宮，咁都係一個熱門嘅旅遊景點啦，係咪？咁唔淨止係外國嘅遊客嘅，本地都好多。咁當時咧就有一啲本地嘅中學生，咁日本係嘅，嗰啲本地嘅中學生咧就會自己組織構思點樣去嗰啲學習旅行嗰啲參觀咁樣，咁去到啦。咁然後我就見到一個好震撼嘅畫面，就係一班中學生咁就小朋友咁樣，初中生好腼腆咁樣怕醜咁就例牌㗎啦。咁就喺平安神宮前打個卡影相咁樣，咁啊叫個的士司機領隊咁幫佢哋影張相。咁影完第一張相咧，突然之間有其中一個女同學咧，咁就等陣咁樣，跟住咧就喺棵樹底拉另外一個女同學過嚟影相。咁個女同學咧，咁你可能會好奇怪，點解會第一張相唔一齊影咧？咁佢後尾拉個女同學出嚟影相，我喺隔離望住件事，先發覺原來嗰位女同學應該係身體有啲疾病，或者有啲殘障，佢係不良於行嘅，要揸拐杖嘅。咁然後係即係佢唔好影啦，唔好影，但係個女同學好盛情邀請佢，
跟住就出嚟影啦。而佢出嚟影嘅時候咧，即係其他同學仲幫佢收埋啊，或者擋住嗰個拐杖啊。哇！咁嗰一刻我真係覺得好震撼，好感動。即係嗰一刻可能啊，就係呢班學生佢哋最純真、最動人，生命裏邊其中一個最動人嘅刻。但係其實好平常嘅一件事，只係影一張相啫。然後背後嘅就係藍天白雲，而平安神宮嗰個顏色好似火燒一樣。咁嗰一個畫面係令我好震撼啦。咁開始諗好多關於即係一個人究竟佢喺一個時代裏邊點樣生活啊，各樣嘅嘢。咁跟住就開始揾平安神宮啊、時代祭啊、一啲祭典祭禮嘅歷史資料，就最後尾寫成你後面頭先讀過一段文字出嚟。咁我聽你咁講，即係其實作為一個散文家，我要去寫作咁樣，即係其實即係觀察好重要。即係譬如話，剛才你提到嗰一幕，咁我相信即係遊人好多啦。咁最後寫得出呢一篇文嘅就只有你啦。咁樣係啦。咁啊講起呢個觀察咧，咁啊要提到我第二篇我好中意嘅文章啊。咁甚至我覺得。呢一篇文嘅呢一段啊，我會讀出嚟俾大家聽嘅，即係呢一段甚至可能係我覺得係成本書入面最精彩嘅，就係奈良電幻入面咧寫一個守京人啊，你稱佢為，咁啊或者我讀咗呢一段先，我覺得呢個觀察亦都好細緻啊，咁樣奈良電幻係咪係咁樣講啊？他跟前十來塊京板，身旁一副大燈，他邊和我們說話，又好像自說自話。他隨手取過板木，反覆磨墨，對齊黃紙，然後用包了稻草、拳頭大的文鎮細細地燙，像光走進河，鹽回到大海。他由始至終只是坐着，卻令人無法脫離他的動感。他走着，從山巔到低洼，從極地到極地，他每一步裏頭都有愛恨，每一步都有疾病貧苦。直接手工的經文自他手底下逐漸顯現，記憶便消失得無縫剔透，莊嚴如火，山如雲平。咁咧，我好中意呢一段咧，即係佢個形象，我成日都覺得即係同我哋某啲時刻好似。我唔敢講話，我只能講某啲時刻，因為佢好有型。我唔敢講自己係咁有型，我覺得我冇佢咁有型。因為點解？因為我同你其實都係古典文學出身讀，係咪？我哋做研究嘅時候，其實我哋都成日即係可能有啲聽眾就誤會以為做研究一定係匿喺個實驗室入面好有型啊！其實我哋做古典文學就唔係咁嘅，即係好多時甚至我哋要匿去啲圖書館入面喺度翻書啊，甚至要對文獻啊，有時甚至就係要攞古書去唔同嘅圖書館，甚至有時去唔同嘅地方。所以有時譬如我相信你點解走去京都咧，都係同即係可能京都藏咗啲珍貴文獻啦。咁嗰啲文獻可能你要戴晒手套啊，拎起又甚至會驚佢爛啊，咁樣就去對啊，咁樣，即係我覺得好似啊，就係其實件事都係好反覆操作，可能你搞咗好大量咩都冇，但係透過呢個反覆操作過程，就冇變化嘅喎，甚至係不斷鉛不斷抄，咁由但係咧，你喺一個反覆操作入面，當你完成嗰件事之後咧，好似你將個歷史，即係或者係個過去重現咗喺我哋眼前一樣。咁可能其他人就覺得冇乜嘢，但係即係做研究嗰一下，我覺得就你會唔會就係同我一樣，即係你觀察到呢一個守京人，其實係咪同你嘅經歷或者同你作為一個研究者嘅出身好有關係咧？有關係，或者講一講呢個點解有呢件事嘅背景先啦。咁就係當時喺嗰邊進修嘅時候，咁其中一次嘅訪學啦，咁就係老師，即係日本嘅老師帶我哋一齊去拜，即係揾啊，就係頭先你講過一啲嘅文物啦，或者係文獻。咁就其中就拜會咗頭先你閲讀嗰段文字裏邊嗰位守京人。點解我叫佢守京人咧？就係因為其實咧離遠睇落去嗰個地方咧，就唔係圖書館，又唔係啲乜嘢外表上好偉大嘅東西嚟嘅，好普通嘅一座平房文房。但你入到去，原來放咗一啲好珍貴嘅木頭喎、木同埋紙嘅文物文獻。咁然後有一位工匠啦，亦即係嗰位守京人，佢就係拎嗰一啲文物文獻，即係保存得非常好。然後手工式咁樣燙印刷一啲經文出嚟，喺我哋面前做，
係咪？即係哇！如果我哋知道佢後面嘅價值，就會覺得哇好厲害喎，係嘛？即係非物質文化遺產啊嘛！而家我哋叫做係嘛？或者用日本嘅講法，有形或者無形文化財啊嘛，我哋叫做。咁但係佢唔係着到身光頸靚，或者唔係好標榜自己我好威，唔係呢種。佢係一種好似頭先你讀嗰段，佢就係年年月月咁樣坐喺度，好認真咁樣做一件事，然後做到令你有一種感覺，覺得哇，佢好似超越咗時間。係啊，佢只不過做一件咁嘅事，但係超越咗時間，超越咗你同我。咁喺京都生活裏邊啦，或者其他經驗裏邊，我好多呢一種嘅體會，係即係呢一種體會，可能要係一種好要將自己放得好低啊，要將自己好低放，即係個人成個心境要好平靜嘅，即係平靜唔係冷漠啊，而係要好敏鋭地，但同時好平靜地去觀察呢個世界，好認真地去感受萬事萬物俾你嘅反應，咁就會有呢一啲體驗咯，係啦。我好似覺得咧，你喺度講佢嘅時候，好似講緊我哋咁樣，即係講你啫，你喺個圖書館度，可能通宵達旦涼都冇得沖，然後就喺度攣嗰啲咁嘅古書，然後最好攣完之後隻手可能會痕嘅咁樣，咁就然後最後出到嚟有啲成果啦咁樣，但係咯，即係我感覺真係我就好中意呢一段咯。我覺得你應該就係咁樣咧，同我一樣就你觀察好佢，但係你俾我敏鋭，你寫到佢，可能我就行過咗啦，唔想再回憶嗰啲痛苦嘅經歷咁樣樣。好，咁啱啱講咗好多即係你本書入面嘅作品啦。咁而家或者換一個話題，因為你除咗一個作家之外，剛才我嘅介紹都有講，喂，你同時都係一個老師，咁你係一個中文老師，咁你都知啦，中文老師都係要教寫作啦。咁我知道你即係以往都有好多教創意寫作嘅經驗。咁譬如你而家喺我哋理大入面咧，主要就係教大學中文。咁大學中文入面咧，都有一個單元係要講寫作嘅喎。咁我好想知啊，你創作嘅經驗，同埋你一啲即係作為作家嘅經驗，或者係一個即係教創意寫作嘅經驗，對你教呢個即係大學中文，即係比較應用性嘅一個學科，有冇幫助咧？有嘅，其實同埋我覺得我好想令同學啦，或者甚至係普羅大眾都係有一種理解，就係語文科唔係純粹得工具性嘅一面，其實好重要嘅係一種感受嘅教育、情感嘅教育，或者你頭先提到嘅創意教育，係啦。咁所以我會喺其中一個單元裏邊咧，即係我哋理大嘅大學中文裏邊咧，就加一啲創意寫作嘅元素落去。咁譬如我哋教散文啊嘛，係咪？咁我就有一個寫作活動同啲同學仔玩下，反應都幾好嘅。係。咁咧就係我首先就會請同學，就因為而家我哋教書咧，通常都係用 PowerPoint 教噶嘛，係咪？咁嗱，我會將佢個 screen 咧就係停咗先。咁然後咧淨係播聲。咁但係嗰段聲咧其實係冇人講嘢，即係冇對白嘅，唔係 drama， 唔係戲劇嚟嘅，淨係一啲背景音，或者我哋而家講嘅白噪音。咁然後我就請同學第一次播俾佢聽，我純粹同佢講話嗱，你唔好咁快估佢係啲乜，你淨係感受啫。係。你聯想到啲乜嘢？聯想到啲乜嘢？咁然後 OK， 聽完一次好短嘅啫，可能1分零鐘。然後第二次先至再放嘅時候，先至你試下估下佢係啲咩啦咁樣。咁放完2次之後咧，我就請啲同學不如你講一講，或者你試下寫一寫頭先嗰段聲音，俾到啲乜嘢五官上面嘅感官上面嘅體驗你，同埋佢令你聯想到啲乜？最重要係聯想。我其實唔係想佢估正確答案，其實最重要係聯想。咁我記得有一次咧，我就放一條即係聲帶，係關於喺深水埗啊。即係而家秋冬天啊嘛，炒栗子一種好獨特嘅即係市聲啊，即係都市嘅聲音啦。咁冇影像嘅，冇完全係冇。咁亦都係冇對白冇內容，淨係錄一段聲，就係有人喺街邊炒栗子。咁然後嗰班同學咧係主要係內地同學嚟嘅。咁嗰位內地同學可能佢未必好有即係對於香港深水埗嘅理解。咁佢聽完嗰段聲咧，
佢純粹透過嗰個感官上面嘅聯想，嗰個質感方面嘅理解咧，佢聯想到佢東北家鄉裏邊鏟雪嘅經驗。跟住然後就將鏟雪同埋炒栗子做一個比喻。咁我覺得幾好喎，係咪？唔錯喎呢個，係咪？咁啲同學就即係唔係純粹喺一個學術上面睇定義啦，睇例子啦，而係透過一個寫作嘅活動佢將自己個人嘅經驗融匯落去原來咁樣都可以就寫咗一個好嘅作品或者原來我過去嘅經驗原來可以咁樣變成一啲咁嘅文字出嚟。我成日同同學講話，呢啲就係作品啦。就算我比你虛長幾年，年紀比你大啲，但我一定寫唔到，因為我冇你嘅經驗，我冇呢個聯想嘅，係咁，所以我希望喺即使係大學中文裏邊啦，即係我教嘅班裏邊都會有呢一啲嘅寫作活動安排俾同學，俾佢哋試下啦。係咁，你啱啱提到，我覺得嗰個即係嗰個活動好有趣嘅。咁而且我似乎即係喺你啱啱嘅嗰個即係分享入面咧，你提到啲同學係咪會比較投入一啲咧？因為即係你知啦，即係一般同學講得返學，仲又要佢讀中文，佢就會覺得好痛苦啊。咁我咁聽到就係話似乎係咪都唔錯咧？個成效，起碼同學係咪投入咗咧？一定會係，因為起碼佢自己有個人嘅參與，嗰個參與唔係舉手答問題，唔係撳掣嗰種參與，而係將一啲嘢喺佢嘅回憶裏邊拎出嚟轉化呢一種參與。咁呢個一定投入程度會高好多，同埋呢個係語文教育，我諗尤其是去到大學啦，即係譬如同中學一個好決定性嘅分野。中學可能就係文從字信、語法、讀範文，對於語文嘅表達有一個基礎嘅理解，對一啲手法結構明白咁樣。咁但係去到大學啦，係啦，咁我諗其實會更加多希望做到嘅就係一種情感或者係一種思維上面嘅訓練咁所以頭先嗰個就係好明顯係將思維同即係唔係純粹語文技巧啦，或者唔係純粹結構咩修辭啦，而係將一啲語文同佢哋自己嘅情感個人經驗結合埋一齊咯。係咯。咁我再問多少少，即係我又覺得有樣嘢好得意，即係你知道我哋即係我哋理大啦，咁樣就即係除咗人文學院之外，其實更加多咧，可能好多係一啲即係理工學科嘅同學。咁如果玩你呢個遊戲，佢哋最後呈現出嚟嘅嘢，會唔會有啲即係同我哋諗嘅好唔同？因為我成日接觸到係作家啦，或者寫嘢嘅人，喂真唔敢講全部，但大部分都係文科出身。會唔會有啲咩唔同咧？即係或者對你會唔會有啲咩啟發咧？有嘅，咁當然其實作家都有好多係其他學科，不過後話啦，呢個就用翻我哋學校嘅同學做例子啦。咁我哋學校好多同學都係理工科嘅同學嚟嘅，又或者譬如我哋學校其中亦都有fashion design 即係設計學院嘅同學啦。其實設計學院嘅同學咧，佢哋係好有趣，好得意，因為佢哋經常接觸嘅係顏色同埋物料所以佢哋個世界咧係由顏色同埋物料所組成。佢哋一睇散文或者一讀到呢啲嘅時候咧，往往就會有一啲原來係有，即係反而調翻轉係佢哋教我原來呢隻色咯。原來可以咁樣描述呢隻顏色，或者係呢隻顏色喺呢個世界上原來咁樣存在嘅。係啦，咁原來然後佢哋會將呢一啲應用翻喺佢哋嘅寫作裏邊。咁好明顯就會，譬如同第一定同中學水平唔同啦，咁以至於同其他學院嘅同學都好唔同，係咁所以會㗎，係即係幾得意嘅，唔係我成日反而調翻轉提人文學院嘅同學，嗱你唔好以為你有優勢你唔龜兔賽跑係其他學院其實每一個人都有佢獨特嘅地方，只要我哋扭着咗個開關咧，咁佢能夠將自己識嘅嘢放晒入去咧。其實佢就開綠燈不斷有嘢出到㗎啦，可以。明白，即係其實係你即係作家嘅經驗，即係應用喺嗰個教學上面，反而令你真係有好多教學相長嘅機會。啱係好多嘢佢哋教我。係，哇咁嗱，我哋再繼續啦。咁啱啱咧，即係你有提到即係我哋理大嘅同學，即係已經係大學生啦，要求嘅水平同中學好唔同。咁我而家就跌多一格落去問，咁中學生其實佢都要
即係考 DSE 噶嘛，嗯即係佢都要寫作噶嘛，係咪？即係甚至乎佢哋好重要，因為佢要考大學就要寫作，有份卷。咁你即係你都明白，即係佢哋為咗即係滿足嗰份功課或者考試要求，佢哋真係往往咧係真係亂作，甚至乎以假亂真。即係用一啲中學老師嘅講法，佢哋係連人性都冇埋，甚至將自己嘅親人咧嘅生死咧都要虛構落去咁樣，就為咗完成嗰份功課咁樣。咁但係你啱啱又提到，即係喂寫散文要真啊嘛，咁啊同佢哋嗰個創作形態又好唔同啦。咁你會唔會有一啲即係一啲個人經驗啊，或者建議俾佢哋咧？我哋成日即係同行裏邊都有講一句説話，或者講一個笑話，就係一次徵文比賽裏邊咧，我哋就會計下有幾多父母啊、雙親啊、祖父祖母過世嘅咁，即係呢個當然係一個笑話啦。咁但就反映咗你頭先講嗰個問題啦。其實咁除咗教大專之外咧，其實我自己喺中學裏邊咧做咗好多年嘅創意寫作嘅工作坊啊，或者一啲文藝活動嘅策劃。咁頭先你講到嘅就係點解啲中學嘅同學仔會寫成咁咧？簡單啲嚟講就係因為其中好重要嘅原因就係缺乏生活經驗。係啦，咁又好坦白嘅，咁中學同學咁可能又未成年，咁主要就係兩點一線，咁然後屋企學校至多加埋補習社。咁所以喺中學做呢類型嘅寫作教育啦，或者創意寫作嘅時候咧，我會更加多嘅就係一啲生活經驗嘅提煉，或者幫佢哋開拓一啲生活嘅經驗。譬如近年好興嘅散步學啊嘛，近年叫做。但其實咧好坦白講，文學散步已經做咗好多年，非常多年，係啊，即係譬如即係有好多唔同院校啊，或者民間嘅資源啊，亦都一路做咗。其實我自己都帶咗，可能都有10年8年。咁譬如會帶一啲同學仔，可能好坦白講，有啲同學仔佢係新界區嘅，平日都冇乜機會去港島區嘅。咁我其中成日都會有嘅一個文學散步路線嘅策劃咧，就係同啲同學，即係帶啲新界區嘅同學啊，尤其是就去灣仔區或者中西區。點解咧？因為灣仔區同中西區，第一佢好近市區，但其實有大量嘅文物喺度，係咪？有好多古蹟喺度，係咪？我哋然後又有好多以前嘅作家文人喺嗰度生活過。然後將佢哋嘅生活經驗寫成詩、散文、小説都有。OK， 咁所以結果我就可以帶啲中學嘅同學仔去，一方面係好似一個導賞團咁嘅形式唔係喺個課室啦，我哋真係走出課室，俾佢哋親自參與個空間。然後係我真係嚟到呢度，而呢度真係有人寫過嘅喎。然後佢點寫咧？甚至嗰啲作家仲在世噶嘛，係咪？咁佢哋就會覺得呢件事同我親近咗好多，我嘅生活經驗豐富咗，係咪？咁我都可以寫喎，我都可以試下咁寫喎，咁樣成件事就會有提升。咁即係你係建議啲同學係要即係散多啲步啦，梗係散步啦，睇多啲嘢。咁但係譬如話技術上仲會唔會有啲咩建議？因為你知道佢哋始終有時即係命題作文啦，跟住有時又考試有時間啫嘛，即係可能個半鐘2個鐘，咁就冇機會慢慢去消化佢哋嘅即係睇到嘅嘢或者學到嘅嘢，然後去就提煉成一篇文章。有時真係好急咁樣。咁你咁多寫作經驗，甚至你一定好多俾人催稿啊、講 deadline 嘅經驗，咁應該點樣處理呢啲狀況咧？咁樣如果我同同學仔講咧，我唔會用修辭技巧呢個講法，即係當然可以教嘅，但係我會放到好後，或者我唔傾向用呢一個字眼，我會用另一個字眼叫做描寫意識。佢重點唔係一種手法，佢係一個意識。意識，即係你首先要喺你腦裏邊知道，咦，原來呢樣嘢係值得睇，同埋我可以睇，以至於我可以用唔同方法、唔同角度去睇。OK， 咁然後啲同學仔佢哋好得意嘅，佢哋有陣時會原來呢樣嘢寫得嘅咩？我曾經有一個即係以前疫情啊嘛，
咁我哋有嗰啲消毒搓手液咧，咁啊擠出嚟，咁就有一劈，或者有個聲音咁樣劈咁樣噶嘛。我話同學仔讀咗咁多年書咯，中文都識啊，係咪？識字噶嘛，係咪？我哋大家都請用100字，我唔需要佢寫得多，好短100字，甚至你話你寫唔到80字都得。好啦，就寫呢一個擠消毒搓手液嘅動態啦。啲同學一開頭呆咗第一乜寫得嘅咩？乜原來呢樣嘢可以寫到，點解唔寫得？係咪？第二就係咁，佢哋第二就企喺度啦，唔知點寫好啦。我都唔知點寫。咁我同佢講嗱，首先第一，我哋意識上知道佢係寫得嘅。然後開始嗱，手法技法層出不窮，你中意用乜都得。但重點就要係你揾一個描寫觀察嘅角度出嚟，係咪？即係譬如人人都係講佢嗰個顏色啊，譬如透明啊嘛，嗰消毒搓手液或者有少少色啊，啫喱狀，你寫下佢聲音得唔得啊？或者你留意頭先嗰個好一瞬間嗰個聲音，你會點描述佢咧？你覺得佢似啲乜嘢咧？咁樣咁起碼佢覺得係喎，原來可以慢慢有一種好模糊嘅、好混沌嘅、好抽象嘅狀態，知道原來呢樣嘢可以寫，全部嘢都可以寫，全部嘢寫完之後，背後係其實一個獨特嘅觀察嘅方法。咁其實已經夠噶啦，以中學水平嚟講，已經足夠噶啦。係啦，咁已經好難，即係不論真係，如果佢哋日後有興趣做創作，讀人文學科也好，甚至我覺得呢一類型係同應試式嘅寫作係完全冇抵觸嘅，一樣可以喺考試裏面應用嘅，係啦。咁我覺得好有啟發性。啱啱講咁多，咁或者我即係做少少嘅總結，即係關於寫作嗰日有提到我哋係理大嘅同學啦，亦都有提到中學應該點做。但係如果我哋總結下，就係不外乎幾樣嘢。第一，即係要將自己所學到嘅嘢咧，唔好吝嗇，擺落個寫作上面，唔好淨係寫嗰啲來去去嗰啲咩發黃嘅抽屜裏邊發黃嘅明信片，係啊，或者唔好淨係虛構屋企人嘅生死呢啲咁大件事啦，咁不孝啊嘛。咁就即係自己學到嘅嘢，無論你係你係顏色比較敏鋭，還是係你係對於電子科技比較敏鋭，佢一樣可以入文。反而我哋係諗點樣去到寫入去。第二就係要散多啲步，觀察細緻啲，咁唔好咁輕易忽視咗嗰啲即係日常生活見到嘅嘢，諗多啲，係咪應該咁講咧？諗多啲，我諗係好真誠地、認真地去生活咯，好好生活，係好好生活，一定要好好生活。然後去到最後我覺得好強嗰樣嘢就係即係描寫意識，即係要諗所有嘢都可以入文，所有嘢都可以寫，但係我哋有冇意識用唔同嘅角度啦、感官啦、唔同嘅所謂甚至係唔同嘅方法咧，去到刻畫嗰件事物，咁咧我覺得呢個幾好，咁就即係可能我哋嘅聽眾即係又係我哋理大嘅同學啊，或者係有佢哋嘅小朋友啊，準備讀中學啊，或者甚至係有中學生去聽噶嘛，咁我覺得就可以向即係李老師啊。即係阿康咧，去到取下經，係啦。哇，咁阿康啊，咁繼續翻去你嘅即係劉雲抄啦。咁你咧，其實我知道咧，即係你一開始唔係寫散文為主嘅，其實你出道係應該係即係以小説出道啊，甚至如果我冇記錯，即係你最先第一次即係得獎嘅作品，其實應該係小説，係嘛？如果係有份量嘅獎係小説，因為我一直嘅理解你係一個小説家，然後先至得閒寫下散文。咁但係點解最後會係變咗即係出版散文集先咧？你頭先個講法好得意，得閒先寫下散文，即係劉雲抄之前都係呢個諗法。咁嗰陣時，我的確係即係要準備我第一本嘅著作啦，係啦，即係個人嘅作品集。咁我都係目標都係小説，即係用你頭先講得閒寫下散文，咁不如寫兩篇熱下身先啦，散文熱下身。寫完之後覺得唔係喎，唔應該以得閒寫散文去諗喎。其實散文入邊即係大有學問喎，或者散文唔係我哋隨便寫一段平白嘅文字，講自己早餐食咗 ABC 餐，咁就叫散文噶嘛，冇可能噶嘛。咁我就開始其實散文都好多值得發掘，咁就慢慢開始喺度
越寫越多啊，咁變咗嗰個熱身嘅時間好長，長到甚至熱身本身都做得好認真、好專業，最後就成為咗流行抄啦。係咁，所以係一個有偶然，但亦都有其必然啦。係啦，咁但係我好珍視、好珍惜呢一段鑽研散文、磨練散文嘅時光。咁但係下一本咧，如無意外應該都會翻返去小説。係咁啊！我就即係追問一下，其實即係啱啱聽完，我覺得好得意嘅就係你喺個寫，你本來係想出小説，然後你係諗住咧用散文熱下身啦咁樣。然後你係發現個散文唔應該咁，即係你喺個寫作過程入面咧，即係有一個好深嘅思考，然後有啲轉變。即係我好中意，即係你知近來啦，即係 AI 好犀利，大家都話AI 會唔會奪去咗人類寫作嘅一個能力啊？咁由後來即係喺外國有啲討論啦，就話有啲外國嘅作家就話AI 點都唔會奪去我哋寫作嘅能力，因為寫作嘅其實重要嘅係思考。喺呢個方面，我繼續問就係，因為你喺個寫作過程入面，你有啲觀念變咗啊。咁我想問喺現階段寫作對於你嚟講，佢係啲咩咧？即係佢係一種興趣啊，還是係一種即係唔係事業啊？或者甚至我用一個好嘅講法，會唔會係事工啊？還是係咩咧？我細細個成日俾人問寫嘢有咩用啊？係咯，即係問到食啊，即係當然我知道而家唔係揾食，但係咁有咩用啊？係咯，即係對你嚟講，你覺得佢係啲咩咧？咁呢段片唔知會唔會喺新年時候播咧？如果新年時候播嘅話，呢個問題咧，可能就係好多讀人文學科啊、創作系、藝術系嘅同學仔、朋友仔過年過節成日俾人問嘅問題。讀創作、讀文學、讀藝術有乜嘢用咁樣？頭先你問我寫作對現階段嘅我嚟講係乜嘢啦？咁第一定唔係興趣噶啦，即係如果係興趣班，大家玩下泥沙，上完今期就完，拜拜攞張 cert 嘅話，咁就唔會出本流行抄啦，係咪？咁你話事工，你話 career 方面當然係一定有幫助嘅，即係譬如流行抄出咗之後，即係大家 overall 反應都 OK 喎，即係多謝大家欣賞咁樣。咁但係呢個係後面發生嘅嘢，唔係我嘅原意。正如我一開始所講，對我自己嚟講，寫作對我嚟講係一種意志力、想像力嘅訓練，同埋甚至如果講得再誇張啲，修行。OK， 因為你頭先提到 AI， 嗱我唔知聽日、唔知下個月、唔知下一年，但似乎呢一個時間點裏邊 ，AI 有冇意志力咧？似乎應該冇啊！嗬，嗱，以我所理解，應該 AI 暫時未有意志，未突破到嘅係冇意志力嘅。咁所以寫作對我嚟講，譬如我唔係純粹流水帳，我已經諗好咗就寫出嚟，其實唔係。正如頭先咁講，一路寫自己嘅觀念或者對事物嘅理解，其實會不斷咁修訂啦，自己質疑自己啦，自己遇到問題要碰壁，自己要喺寫作裏邊去解決。其實中間過程好漫長 ，OK，咁中間會係好多想放棄嘅時候，或者尤其是即係覺得譬如過時過節姨媽姑姐又問你嗰個問題嘅時候咧，係啦，咁你即係人總會係覺得有難堪啊，有挫折嘅。咁但係如果你能夠喺入邊發現到一啲樂趣，或者係發現到一啲少少嘅成果，可能未必係對其他人，可能你覺得對我自己好重要嘅，咁然後你持之以恆做落去咧，咁慢慢個意志力就會出咗嚟，咁然後你會透過呢樣寫作嘅行為，令到自己我知道自己要咁樣做啦。咁最後尾寫作唔淨止係 contribute 喺寫作方面，唔淨止有好嘅作品，甚至喺生活上面，你會越嚟越肯定自己我應該做呢件事，或者我立定志向就要做呢件事啦。個行動力或者成個魄力會高咗好多，所以健身咯，但佢唔係健身，佢健心，係啦，心智鍛鍊嚟嘅，心智鍛鍊嚟嘅。咁即係最後想問下啦，咁你剛才都提到你未來嘅寫作計劃咁樣，可能係即係一個小説，翻回到去你嘅本業小説啦咁樣。而家唔可以講本業添，而家可能你嘅本業其實係散文咁嘅，咁都唔緊要。anyway， 反正都係敘事嘅文類咁樣。
咁我真係就想就住你未來寫個計劃繼續問，咁你未來即係咪已經準備緊咧？你嘅小説係結集？係，其實我嘅小説結集係準備緊㗎啦，已經。咁、如果純粹用字數或者篇幅嚟講咧，其實一早已經夠數可以出版一本。咁但係我就唔想咁做嘅。係啦，即係我覺得即係唔係40年50年前啊嘛，係咪？即係而家嘅讀者嘅要求都好高嘅，其實。佢哋唔想純粹睇一本冇主題結集，佢哋唔想嘅。所以我希望係有主題嘅，所以變咗好多一啲過去舊嘅零散嘅或者冇一個主題嘅稿件、小説稿件咧就唔用得啦。咁我就要重新構思或者寫作一批有同一個主題啦，或者係有某一個指向嘅小説咯，係啦。咁一路做緊嘅，係啦。咁暫時嘅方向咧，其中一部分係關於香港嘅一啲風俗，或者傳說。係啦，咁有陣時就多謝啦，有啲編輯或者其他媒體、其他機構會約我稿嘅，係啦，咁我會喺佢哋約稿裏邊都嘗試將呢啲同香港有關嘅風俗啊、傳說啊、歷史故事有關嘅加落去，係啦，咁譬如之前啱啱2024年係啦嘅書展嘅時候咧，就出咗一本叫做背脊向天。係啦，咁呢本係一本小説結集嚟嘅，咁就邀請咗6位香港本地嘅小説家，每人貢獻一篇小説。咁我就敬陪末席啦，咁就都寫咗一篇。咁嗰一篇小説裏邊咧，就寫咗喺一啲新界古老鄉村裏邊一啲可能會駭人聽聞，或者而家已經近乎係不可思議嘅一啲都市傳說咁樣咯，係咁嘅一個小説，係咁嚟緊呢本小説嚟緊嘅小説集應該都大概會係有唔少比重係呢啲嘅部分。咁我哋今日時間就差唔多啦，咁就好多謝阿康啦，今日嚟同我哋分享咗佢嘅流雲抄，分享咗好多創作論，點樣寫散文，或者係散文究竟係啲乜嘢，呢啲好複雜嘅概念。咁我哋真係就好希望即係等你。即係首先預祝你嘅小説集即係可以順利出版先。咁等你出版咗，我哋即係希望有機會即係再即係上嚟我哋一齊傾下偈咁樣。多謝大家收睇，我哋下次再見，拜拜。